哪有来吃看啊？来，雪珍姐给炒米粉，谁给来很用哎？好吃好吃，七港哦 no， 炒米粉了哈，我七港没听到你，一礼拜哈，他把我吃2多说3个，是我想的是，怎么样？难怪是招牌菜。真眼珠想我吃的，要有肠，又有菜，又有豆菜，嗰又有乜嘅嘢叫菜，嘿，快脆，快菜嘿。虽然係來 Okinawa 聽音樂，有家乡的味道。我们的制作人有發現我要哭了，有家乡的味道。完蛋了，要剪預告了。不错哈，真的，像他们真的很久没有回台湾的人，疫情的时候也是。我才來第2天呢。他们就觉得说，哇，真的好棒。他们本地人也是哦，来吃一次以后，然后他要带回去给家人吃，又再跟我点两份，带回去哦。不是说我自己在自豪啊，他们就喜欢吃，真的。改给阿弟们，是我吃到炒米粉，就會有一個感覺，係喺食到寫成這個炒米粉，然後我有安尼的感覺。謝謝。我現在在想這件事，因為我不覺得，俺是會吃到炒米粉，如果有牙感覺的。黑嗎？好高興哦，謝謝。讓你想到媽媽的味道，家鄉的味道。而且其實俺媽媽嗰時有做炒米粉，俺喺路卡冇媽食炒米粉。嘿，因為俺有聽講嗰種土種咩？人嗰度，俺哋南部係炒飯咧，係咪？嗰度。黑嗎？